珠海呢10年到處搞新區，10個之中可以話有8個都係失敗咗。當初一大批人睇住啲規劃就衝住入場，依家呢，想要離場嘅話，就算唔要咗當初俾嘅30%首期都甩唔到身。呢個都唔算最誇張嘅，最慘嘅係，就算你想搬入去住依家配套又冇，你想食個快餐或者係想買個餸都難，買又唔係，住又唔係。就例如依家珠海嘅保稅區啦、航空新城嘅 B 片區、頻沙新城，包括金灣嘅濱海商務區，呢啲區域你依家去睇下，人都難見得到多幾個。就算係依家嘅湖心新城或者係唐家嘅北圍，配套嚟講呢，都唔算十分之完善嘅。除咗航空新城嘅核心區同埋十字門呢2個區域嘅配套呢，話好啲。點解呢？因為呢2個地方係比較早期做開發，由13、14年就開始大力建設啦。加上呢2個區域都係珠海政府牽頭嘅，前期投入咗唔少嘅資金，起咗一啲配套出嚟，所以呢，今時今日呢2個地方嘅配套相對嚟講先至話好啲。嗱，屏幕前嘅朋友，如果你準備喺珠海買樓，真心俾你2個建議。第一個，一定要多睇睇，多了解，千祈唔好一睇到個樓盤或者間屋好靚就衝動買咗，而係要多啲去睇下樓盤嘅周邊環境、周邊嘅配套，仲有個人係如何再做決定。第二個就係多啲去了解市場嘅情況，唔好去碰嗰啲價錢虛高嘅冷門盤。可能你今個月買完下個月發展商就劈價賣，分分鐘個首期就冇啦。我係大足，關注我，帶你了解珠海樓市真相。